靜默主前。現在讓我哋一同有一個安靜嘅時候。首先，我邀請大家合上眼睛，將注意力集中喺你聆聽自己嘅呼吸上邊。你可以留意下，你而家嘅呼吸係咪好柔和暢順？如果你感到身體裏邊有一個部分比較緊張，你可以讓佢隨住你嘅呼氣、吸氣嘅節奏去放鬆，感覺一份支持你嘅力量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你可以畀自己一個欣賞嘅感謝訊息。呢個係你嘅生命力嘅流露，佢表現現在你不斷咁樣成長，好努力咁樣奮鬥，不畏懼咁樣去做出取捨，以及不停咁樣為自己補上能量。凡事都可以嘗試，但係只要接受適合嘅東西，進入到去寧靜嘅狀態，集中自己嘅精神，好好咁樣準備自己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我哋開始活在神嘅話語之中。活在神的話語中。約翰福音第13章21至28節。耶穌說了這話，心裏憂愁，就明說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。門徒彼此對看，猜不透他所說的是誰。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，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。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：你告訴我們，主是指着誰說的？那門徒便就勢靠着耶穌的胸膛，問他說：主啊，是誰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招一點餅給誰，就是誰。耶穌就招了一點餅，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。他吃了以後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穌便對他說：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是為什麼對他說這話。為何主如此憂愁難過？因為天天與他同在，領受他的教導，授予使命，吃同一盤菜，喝同一個杯的貼身追隨者猶大要背叛他。他並不真心相信耶穌是基督。耶穌一而再且清晰地提醒他，但他仍不醒覺，最後更用無恥的親吻來出賣主。主耶穌被他背叛，心中痛苦可想而知。在這刻主經歷被背叛之苦，
可說是他十字架上受難曲的前奏。親愛的主耶穌，當猶大如此背叛你時，你心中的痛苦，我們實在無法想象。但感謝你，你沒有因此停下來，不走上各各他的苦路。祈求主提醒我們，在這紀念你走上十字架，為世人的罪承擔痛苦的聖週中，時常默念你救贖的恩情，教導我們要忠心跟隨你，因為你是我們受苦受死的主。感恩禱告，乃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誠心所願。在這聖週中，找一位肢體一起禱告，一同在禱告中向主傾心吐意，表達我們向主愛慕和感激之情，也彼此提醒愛人不要只是在言語和舌頭上，令主傷心難過。未信的人都看着教會，觀察信徒肢體間的相處，能否彼此洗腳、彼此關顧，信徒之間互愛互助，就是有力的信仰見證。侍奉主千萬不要計較地位和得失。主耶穌要我們真誠待人，存清潔的手和心，學習主的榜樣去助人，不要像賣主的猶大，只看重自己的利益。